第3條睇題目，嘗試畫埋個表，幫助自己理解誰是部分，誰是全部。應該睇晒㗎啦。好，睇返 keyword 先。30% 係 female，OK，即係話我而家將佢劏開佢，有一橛嘢叫 female， 呢度係30%。好啦，另外一個數字話42個人都係 female， 咁即係話呢個30% 對應數字叫42。想你揾乜嘢 ？total number。好啦，即係話你又係唔見咗上面呢一橛嘅。由部分求全部，即係用除法，所以開始寫 statement。Total number of customers 42除30%，140。